继续来看台中流行影音中心，明年底才要开幕，也毋过即摆先引发着讨论咯。上主要是有民众暗时为遐经过，看到规栋的建筑物拍七彩的灯光，这个壁倒的投影是大字的“福”甲“春”。民众讲看到怪怪，下起鸡母皮，袂输是台中第一殡仪馆。 规排建筑物加风灯闪闪烁烁，不过进入看边仔的投影，不受福含春这两字伫咧实的。这是台中流行影音中心，民众甲贵宾翕落来铺上网，问这敢是台中流行音影中心？ 网友留言讲：“这灯火真嗨，拍歹气氛。”个人讲：“这敢是台中第一殡仪馆，双甲起价不赔。”甚至有人打出北中南对比图，感觉台中流行影音中心真无美感。那个殡仪馆那种感觉，整体远远看去就是一个布帘一个布帘，好像就一个房间一个房间。还好呢，灯光打灯会很好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大家比较会去注意啊。回顾现场，台中流行影音中心就伫咧中央公园边遐，顶面缤纷的树栽造景，大面积的白色壁倒，倒搭金色的线条色水，有日头咧照，特别显目。有点像一个船。造型怎么样？还可以。这栋台中流行影音中心，我因为去员工要4年保结婚，方公司才伫咧官网。去年总算和科技公司签约，预计2026年底开幕结婚。下个重点放伫咧动漫游戏、有流行音乐和电影。即摆因为导演李泰宏理解无一条好，市府声明讲导演是配合中台湾元宵灯会，由民间营运团队伫咧表导投射缤纷灯会，添加年节气氛。有关民众建议未来做调整。台中流行影音中心也未开幕结婚，所以因为导演问题大声引起话题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